一開門有陣臭味湧出嚟，再行前幾步，佢見到有兩個女仔全身赤裸、赤條條咁瞓咗喺地上面，相信已經死咗一段時間。歡迎嚟到嘉仙樂呢個頻道，我係阿嘉，大家好。澳門每一間賭場都有人一夜致富，亦有人一夜消失。喺熱鬧嘅娛樂場，有一班人以現金為生，以風險為伴，佢哋就係換錢黨。而今日我同大家講嘅係兩宗發生喺酒店入邊，同樣由金錢引起嘅死亡事件。喺澳門，無論係賭場門口或者係賭場入邊嘅廁所門口，都會見到一啲人手揸電話，眼神閃縮，見到人會細細聲問換唔換港幣。換錢黨係賭場生態鏈裏邊最底層嘅角色，但冇佢哋，好多內地遊客想搏一搏或者想翻身都冇機會。佢哋靠找換嚟到賺差價，佢哋要用經驗去睇人，講價過數，要避開賭場保安，要避開警察，日日24小時輪流咁守候喺賭場。有人話佢哋係賭場邊緣人，亦有人話佢哋係行走喺生死之間嘅人，因為佢哋手上永遠揸住大量現金，而現金永遠都會引嚟貪念。7月尾嘅一個夜晚，30幾歲嘅換錢黨肥強喺氹仔一間賭場外面識咗個女仔，個女仔叫小紅，20幾歲，個樣都幾斯文嘅，話自己第一次嚟澳門，想入賭場試下運氣，但唔識換港幣。兩人傾得好投機，肥強仲幫佢換咗幾萬蚊港幣添。小紅主動加佢微信，之後嗰日小紅仲約肥強食飯、睇戲、傾偈，語氣好溫柔，態度好貼心，同平時嗰啲所謂長女呢完全唔同。肥強慢慢信任咗佢，甚至同啲朋友講呢個女仔叫小紅，好好㗎，好純，唔係玩玩下嗰啲。但肥強完全唔知自己已經一步一步踏入一個由人設計嘅溫柔陷阱。7月28號凌晨2點，酒店門前嘅監控呢就拍到肥強同小紅一齊上咗的士，去咗一間平價酒店。之後肥強再冇出現啦。第二日，佢啲換錢黨朋友打電話俾佢，冇人聽，發散晒人揾佢，都揾佢唔到。冇喺賭場出現，絕對唔係肥強嘅作風，因為佢好勤力，好交代。幾個朋友商量咗之後，決定報警。警方問完所有相關問題，都開始懷疑肥強係出咗事。跟住警察再查佢嘅銀行記錄，竟然出現咗幾筆電話嘅大額轉賬，總數係接近50萬。調查發現，小紅係用假身份租咗間房，房外面仲有另一個男人反覆出現咗幾次。佢戴住鴨嘴帽同埋口罩，佢嘅身形同肥強都幾相似嘅，但行路嘅形態呢，同肥強就有啲出入啦。而真正嘅肥強依然係下落不明。幾日之後，黑沙環垃圾站入邊，清潔工發現一個藍色嘅行李箱，入面係被肢解咗嘅肥強。經過警方跨境調查，小紅同嗰個張姓男人之後喺珠海落網。法庭審訊時，小紅作供話原本淨係想落藥搶錢，但啲藥落得太重，肥強暈咗之後就冇醒過啦。驚過頭，佢哋就決定分屍棄屍，再盜用佢賬戶。法官問佢：你點面對死者家人？佢耷低頭，淨係講咗一句：我以為佢會醒返嘅。最後審判結果，女嘅判死緩，男嘅判死刑。肥強呢單案咁就完結啦。但係換錢黨嘅故事又點會得肥強呢一單呢？喺2022年嘅5月，澳門氹仔美乜乜酒店再出現咗另一宗非常震撼嘅雙屍命案。嗰日嘅中午，酒店職員諗住去執房，喺房門口聞到一陣怪味，敲房門冇人應，最後職員用萬能時刻打開房門，一開門有陣臭味湧出嚟，再行前幾步，
佢見到有兩個女仔全身赤裸、赤條條咁瞓咗喺地上面，相信已經死咗一段時間。經警方調查發現，其中一個死者同樣係換錢黨嘅成員，另一個就懷疑係從事性工作者。兩人都係被同一個34歲內地男子殺害。案發之前，疑兇輸晒啲錢，佢就要呃咗一個換錢黨嘅女仔返酒店房換錢。喺換錢嘅期間呢，就殺咗呢個女仔。隨後疑兇喺凌晨1點鐘去酒店附近嘅賭場搏殺，去攞換錢黨嘅60幾萬現金換成籌碼，最後輸光輸清，簡直係輸到失控啊！情緒爆炸。佢跟住帶咗另一個女仔返房，之後發生爭執，繼而動武，最後釀成兇案。疑犯逃返內地，最終喺湖南落網。警方相信金錢、賭輸錢、情緒、衝動係導致呢宗案件嘅主因。有酒店嘅職員事後講啊，嗰間房清潔嘅時候總係覺得啲燈光好暗，明明開晒燈，但啲角落頭都依然係黑掹掹嘅。有夜班職員經過房門口，話見到房門下邊有個影飄過，但係保安翻查 CCTV， 走廊嗰段時間係冇見到任何人經過嘅。之後再冇人願意喺嗰層做夜班，房務部唯有全面更換人手。兩件案件加埋都係同一樣嘢拉上關係，錢。賭場外嘅世界永遠比你想象中更黑暗，啲人為咗贏錢、賺錢、搶錢，甚至可以殺人。換錢黨嘅圈子裏邊流傳一件事，有人死咗，夜晚會多個影。有換錢黨話，夜晚3、4點喺氹仔嘅街角會見到一個肥肥地嘅男人，好似肥強，揸住電話，背住牆，細聲問換唔換港幣啊？但當佢再抬頭望嗰一刻，個影就冇咗啦。亦有人話喺酒店嗰層樓嘅走廊行嘅時候，會聽到有2把女人聲細細聲喺度講嘢，又感到會有陣陣嘅寒風。警方話係心理作用，但酒店員工都知道有啲房係長期空置嘅。澳門永遠有人贏，永遠有人輸，有人換到錢，有人換咗條命。喺呢個光影交錯嘅城市入面，每一盞燈嘅後面都有故事，有啲可以講，有啲只能夠留喺房間入面。深夜你行過賭場外面，如果有人望住你，微微舉手，記住唔好應佢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對方想換嘅係錢啊，係你嘅幸運啊，定係你條命。如果你下次去呢間酒店，職員安排你住9樓，你會唔會擔心？你又會唔會願意入住呢？